来看新正年间就有火灾意外，初日暗台中西区一栋大楼22楼冷气着火，7个人掉伫咧内底，加在是拢有救出来。另外，伫咧台南的安平，早暗7点半左右，受一搭停真侪消防车的天厝着火，360架车烧起来。关楼庆火消防队告场毋敢大意，紧急疏散上百的住户。10月7日暗时11点左右，台中市西区向上路一栋27层楼高的集合式主体传出火灾，导火点伫22楼的露台，公楼层有7个民众受困。就是有看到那个通知，那个警报声音虽然很小，但是有警报响，然后就赶快下。烟很浓的烟，对。然后赶快叫邻居赶快一起下来。消防队发现这导火点是做工课的露台的冷气，全力拍火之下，在11点40分左右拍花，而且顺利把7个民众救出来，好在无人伤亡。因为阳台是直接对外的，所以它的那个烟就很明显，民众一看到就报案了，所以其实我们到场的时候很快就扑灭火势，然后人员疏散了。另外，在台南安平18暗时7点半左右，一间无看榜的流动车收坑场，同款是发生火灾，当中165台汽车和200多台奥多拜红烧掉。那现场总共有200多台的机车，那以及161台的汽车，燃烧面积约100平方公尺，损失还在要待估。消防局表示，讲现场是1楼铁皮的建筑，一半天路，一半铁皮，所以面积差不多100平方公尺，好在无人员受困伤亡。两个火灾详细导火原因，搁要等火调人员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